云霄，都给我道歉！云霄，过来。你给我道歉！我答应我爸，我跟妈再也不动手打人了。你不要再惹我了，跟我说对不起，你给我道歉，道歉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对不起，我又令你不开心了。云霄，今天的事情不怪你，你做得很好，不愧是爸爸的好儿子，将来还要成为一位明君。你这话说的有点像他妈。别乱说。快来谢谢芬妮阿姨。芬妮阿姨，谢谢你。我们要先回去了，还有，也对不起你了。傻瓜，说了不关你的事了。好了，快回去吧。拜拜，芬妮阿姨。爸，我们先走吧。走。拜拜。喂，云霄怎么了？他肯定又是不开心了，跟你爸一个样，什么都不说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去吧。我不去，我答应过你要陪你看烟花的。我想让你去。黄辉，我都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可不想一会儿看烟花的时候，你还想着他。你只有去了才能安心。我想让你安心的过完今年的最后一天。谢谢你，黄辉。不用谢，我是很自私的啊。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明年你能多陪陪我。好啊，去吧。走了，拜拜。哈哈，大功告成！喂，妖女。我又从妖女干妈打回成妖女了。唉，都是因为你狠心丢下我跟父皇，害得我心情不好。幸好我爸爸给力，唉，我才……啊！皇上，妖女自知罪该万死，但现在万万不是问罪的时候，因为白骨精要吃人了，师傅！徒儿，我要是被这个妖女吃掉了，救命啊！师傅，等我一下，我一定救你！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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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徒儿，喂，快来保护好师傅！师傅，别怕，我一定就杀打白骨精！先跑了！徒儿，要保护好师傅！徒儿，保护师傅！太好玩了！开心吧？真是太开心了！我们做一个更开心的游戏，抓惊世大魔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这个大魔王呢，他可能在这儿，也可能在那儿，哦，也可能在这儿，这儿，还可能藏在树的后面。啊，好怕怕哦。嗯。
惊世大魔王是谁啊？鳄鱼啊？没时间准备，只好拿它来充数了。还挺像。鳄鱼，住手！老大，我还没出来呢。鳄鱼，别追了！暗中调查，不要声张。一点也不好玩，我不想被坏人抓走，不想离开你们。我就知道是你。请将军恕罪，冉冉自作主张，跳下天坑来到这里，四处打探将军的消息。本以为将军已经，没想到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你。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的。不过凭你的胆识，怎么又去投靠了那个冯峰？请将军恕罪。冉冉只是暂时寄人篱下，现代社会毕竟是异乡，冉冉需要个地方安身，好继续寻找大将军。现在既然已经找到将军了，冉冉自会撤离那里。冉冉，你的忠心我没有怀疑，不过呢，你别急着离开那伙人，你留在那边，正好为我所用。将军的意思，冉冉明白，可是冉冉不懂，您为什么要抓皇上？皇上已经来到现代，对您的皇位并无威胁，而且说到底，他就是个毛头小孩。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继续给我监视汇报就行了。冉冉遵命。对了，刚才我看到你和鳄鱼交手，鳄鱼处处对你松手，你也对他留了一手。看来你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啊。冉冉呐，有些事情我还得跟你说。你从古代来，不知现代社会诱惑之多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。你对这个社会知之甚少，容易被人欺骗。在这个社会里，你不能认真。如果你认真，